個咧成個系列紅色呢一個咧，咁佢就係專係針對停止脫髮嘅，停止脫髮。咁如果你出現咗啲頭髮係好薄、好稀疏啦，咁同埋想佢已經係停止脫髮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下我啱啱以下落嚟介紹呢一 set 嘅。嗱，咁佢呢一 set 咧，首先就係呢一個超級重點嘅微針安瓶。嗱，咁佢一支咧係用晒一次嘅，每一次一個禮拜連續2日咧就係用佢。咁佢一盒嘅話咧可以用到3個星期嘅，6個月咧為之一個療程。咁我同大家咧講一講點用。咁呢一個咧佢係一個微針。係啦，微針，佢呢一度咧有一個微針啦，咁係可以喺我哋個頭皮嗰度咧係揼印仔嘅方法，用晒5ml嘅份量，係啦，咁啊逢星期1、2連續2日各用一支，咁呢一個咧可以幫我哋咧將呢一個嘅濃縮嘅防止脫髮精華咧直接入到去我哋個頭皮嘅0.25mm 嘅，咁另外咧佢嗰個微針咧嗰個粗幼度係0.038mm，係非常之幼嘅，咁佢係一啲都唔痛，係用一個揼印仔嘅方法，將我哋脫髮嘅位置按完之後咧做一個推開去用個指甲，咁呢一個咧係可以幫大家咧做一個療程嘅，係治療停止脫髮。咁跟住之後咧佢呢一個咧就仲有呢一個嘅，咁呢一個咧其實同佢咧係孖寶嚟㗎，同佢係孖寶嚟嘅，咁我哋買2盒咧都會有得送一支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幫大家咧係朝頭早去用嘅，係啦，咁朝頭早去用呢個，將佢擠喺我哋個頭皮上面，然後做按摩。咁大家放心，佢3支嘅重點脫髮嘅精華咧，都係唔黏立，同埋佢係超級乾爽。嗱，呢一個咧我係加好多分俾大家噶，加好多分俾大家。咁呢一個咧，咁佢哋喺清潭洞嘅 IKI 嘅 Salon Spa 頭療嗰度咧，係幫人哋做一個咧係停止脫髮嘅療程嚟嘅。咁依家可以俾大家咧用一個好優惠嘅價錢，可以喺屋企度做到啊。跟住之後咧，第星期3、4、5、6日咧，咁你就可以用呢一個啦，微針嘅精華。微針嘅精華，咁佢入面咧亦都會有一個嘅微針喺度，同埋佢用咗一個咧滾輪按摩頭，咁呢一個咧俾大家咧白色呢個係夜晚用，咁就同佢咧係做到一個協同效應嘅。星期1、2用紅色嘅重點嘅安瓶，星期2、3、4、5、6日咧就係用呢個微針嘅滾動按摩，咁佢將佢夜晚嘅時候咧喺個頭皮度咧，放喺個頭皮度，跟住之後咧就按散佢，係啦。咁你呢一個咧，佢哋仲有報告咧話咧，如果你停止使用佢哋嘅話，都唔會再有一個脫髮嘅效果。咁大家都可以試下㗎，因為我哋直播價係非常抵買。嗱，呢一個咧。同大家講，呢一個咧，我哋有一個超抵嘅set 裝俾大家，就係24支裝。24支裝咧就係3個月嘅份量。如果我哋買24支裝咧，我哋公司咧係會送一個呢一個嘅 peeling， 係啦，俾大家清潔乾淨咗個頭皮先，係啦，頭皮去角質，跟住再用佢嘅，跟住額外係啦，再送2支呢一個咧朝頭早用嘅紅色精華。我哋直播價係1198，原價係2700幾嘅，咁所以咧係非常之抵買。除開每一日咧只需要49個幾咋。咁啊，大家可以試一試，可以喺屋企咧自己好簡單地咧自己去用喺自己個頭皮度防止脫髮。